我哋成日聽人講要快、要出名、要賺錢、要贏，但係快得嚟，我哋記唔記得我哋想去邊？呢個世界賺快嘅人好多，但係好少人會賺慢、賺結果，好少人會賺個過程。但係我哋生活緊嘅係過程，唔係一啲新聞嘅標題。今集福利人生，我想講一個日本人，一個由街頭暴走族到80億資產嘅男人，佢叫野澤翼。Yozawa Tsubasa。野澤翼細個嗰陣係啲典型喺學校會覺得好麻煩嘅學生，佢唔中意讀書，唔服從，亦都唔中意俾框架關死。佢成日講嘅其中一句係：如果聽話就叫成功，我寧願失敗。對大人嚟講，呢句說話好串，好冇禮貌。但係對於一個青少年反叛期嘅少年嚟講，呢句係佢唯一覺得自己仲掌握緊嘅尊嚴。因為佢讀緊高中嘅時候，啲人都比較複雜，所以佢冇心機讀書。而之後佢仲加入咗暴走族。佢加入暴走族嘅時間大概1至2年度，而佢自己有講過，其中學咗2樣嘢係可以影響到佢一世嘅嘢。第一樣嘢係點樣講到人哋信你，你要帶住一班人，而佢哋肯同你一齊衝。你要講嘢，首先要講到有畫面，無論個氣氛同埋情緒都要帶動。第二係點樣令啲人記得你，你着咩衫，你點樣行出嚟，你講嘢嘅時候用咩語氣，呢啲嘢都係經過設計嘅要。而佢亦都好早明白咗一個道理，注意力就係最值錢嘅貨幣。當其他人諗緊點樣攞好成績，點樣入好嘅大學嘅時候，佢已經練習緊點樣可以控制到人哋嘅目光。後嚟佢仲入咗早稻田大學，而早稻田大學係日本其中一間最頂級嘅學校之一嚟嘅。另外有少少想補充，因為佢係入咗暴走族嘅時候，其實佢嗰1-2年係冇讀書，佢成個高中生涯都係打交啊、飛車咁樣。而當佢決定咗要入大學嘅時候，佢就離開咗暴走族，就用1年時間就考上到呢間大學。咁足以證明到其實佢本身個人個專注力同集中力都好犀利。但係當佢入到大學，佢發現自己完全融入唔到呢套教學嘅系統，佢亦都聽唔明呢度啲老師講乜嘢。而呢度講聽唔明老師講咩，唔係講一啲關於智力同埋聰唔聰明嘅問題，而係佢覺得咁努力讀書，最後只不過為咗得到一張可以證明自己嘅合格嘅紙。而結果佢做咗一個令好多人都覺得好黐線嘅決定，佢辭咗學。而學校係冇叫佢退學嘅，係佢自己走。但係好得意嘅係，佢退學嘅一段時間之後，佢就重新咗入學。而即使佢入返去讀書都好，但係佢曾經講過，佢心裏邊知道自己始終會離開讀書呢條路，只不過而家暫時未揾到下一條路。真正令佢揾到下一條路嘅唔係一個學位，而係一件 T-shirt。喺中學嘅時候，佢已經好中意搞自己嘅品牌，整自己嘅設計，亦都喺同學之間成日販賣一啲自己嘅 T-shirt。咁喺嗰段時間，佢發現咗一啲嘢，就係人買嘅唔係衫，係要個態度。T-shirt 只係一塊布，但係當你印上嘅字、圖案同加上唔同嘅風格，就會變成一種身份，一個部族。有人買唔係因為質料好，而係因為佢想話俾世界知道，我就係呢類人，呢種人。嗰陣時賺嘅錢唔算多，但對佢嚟講好重要，因為呢筆錢代表嘅係靠佢自己講故事都可以賺到錢，唔需要公司，唔需要老細，唔需要學歷，淨係靠你點包裝、點呈現一樣嘢，你已經可以改變人哋攞唔攞錢出嚟買呢個產品嘅決定。呢個體驗之後會變成佢做生意、做市場嘅底層邏輯同信念。咁離開咗學生時代之後，佢就開始好認真咁創業。佢好知道自己嘅優勢喺邊度，因為佢識得講故事，識得製造影響力。佢亦都知道點樣將一啲普通嘅嘢講到變成你唔買會後悔。咁而佢亦都開始咗一盤網上嘅生意，就係直銷、行銷。咁去做好多產品嘅設計、賣知識、賣課程。因為佢識得包裝，識得講故事，令到佢喺生意上有好大嘅突破，亦都賺到人生第一桶金。感覺上好似證明咗佢以前所有嘅反叛、唔聽話，全部都係啱，變成合理。但係事實上喺財務、風險、現金流方面，佢係完全唔成熟。
喺好短時間裏邊，生意好差，佢要申請公司破產，亦都要申請個人破產。喺法律上邊，破產只係一個數字，但喺心理上邊，我哋會問自己，到底我哋之前嘅成功係咪只係靠好彩呢？咁經歷咗嗰次破產之後，好多人我相信都會選擇認命，搵份工，或者唔再講咁多夢想。但係佢冇，佢亦都重新做多一次同以前同一樣嘅選擇，去決定再一次創業。而喺第二次創業，因為佢有咗以前嘅經驗，同佢知道自己錯過啲乜嘢，佢今次更加認真做咗好多市場上嘅調查，做好自己一個品牌。而時間去到2013年。嗰一年係佢嘅人生嘅巔峰，佢年收入高達12億日元。而嗰一年，日本傳媒俾咗一個好誇張嘅名佢，就係秒速賺1億嘅男人。而同年，佢經常性揸住佢嘅超級跑車，住豪宅，開公司，賣課程，或者上好多電視節目。佢亦都自己出書，喺鏡頭面前講成功，講點樣賺錢，講點樣自由人生。基本上喺一夜之間，全日本都會知道佢個名，無論喺電視、雜誌或者喺網上，都會見到佢個樣。而外邊嘅人見到佢，個個都想模仿佢，佢一個成功嘅 icon。但係其實喺不時訪問之中，佢有表達過佢自己內心嘅感覺，就係成功越大，佢裏嘅內心個空虛越大。有時候佢甚至自己開始驚，如果有一日冇人再信我，冇人再買我嘅嘢，咁到底我係咪叫做存在呢？其實呢樣嘢我哋有時候都會諗，成個遊戲到底係唔係關於錢，淨係關於我哋係邊個？而時間到咗2014年，可以話係佢人生好大嘅轉捩點，因為有好多稅務局上門，有好多媒體開始調查佢哋公司到底點樣可以營運，或者點樣可以揾到呢筆咁嘅錢。咁亦都好多人會喺網上去話佢哋呃人啊，或者係話佢哋走捷徑。而最諷刺嘅係，以前經常性讚佢嘅節目或者好多傳媒嘅雜誌，而家開始調轉槍頭講佢一個呃錢嘅人。隨住佢俾全國嘅批判，公司好快俾人審查，而品牌亦都爆煲。本身俾人捧成成功典範嘅佢，一夜之間變咗全國攻擊嘅對象。而之後佢亦都有上電視節目講咗一句好重要嘅話，佢話我而家真係冇晒錢。佢曾經講過，嗰一刻戶口剩翻19 yen，由年收12億跌到剩翻19 yen。嗰下佢話佢自己笑唔出，因為佢發現原來一直以為自己贏到個世界，但其實佢輸咗自己嘅內心。其實呢個消息當時喺日本都好震撼，就好似大家成日睇住電視教我哋成功嗰班人。但係而家就喺電視機面前點樣跌落神壇？因為喺日本其實係好具爭議性嘅呢個人，佢唔單止係破產，係除咗人格、信任成個形象一齊破產。咁其實申請咗破產之後唔係一件最終嘅結局嚟嘅，因為佢之前搞嘅生意、搞嘅公司，佢開嘅公司係子公司，因為而家有資金上嘅斷層，有一間一間咁樣一定要一齊執。佢除咗要每日同啲員工講佢哋做唔到落去，佢亦都要同好多合作嘅 partner 講，唔好意思，我要認輸，我真係唔可以再咁落去。佢曾經有講過，你要承認以前你有幾勁，你有幾 show off 幾叻喺人哋面前公開，但係你而家要用翻相同嘅力度，一樣咁公開去同大家示弱。不過我相信真正摧毀一個人嘅，往往都係呢啲比較細節嘅嘢。咁當好多人都睇死佢跌倒，亦都唔會再起翻身嘅時候，但係佢冇停低。時間線大概去到2014年嘅年尾，咁佢做咗一啲好大嘅決定，佢搬咗去新加坡。呢個決定佢唔單止係換咗個城市咁簡單，佢換咗一個身份，重新開始。喺日本，佢係秒速賺1億 yen 嘅男人，係成功學嘅 icon， 亦係大家眼中賺快錢嘅代表。去到新加坡之後，佢就開始轉咗一個新嘅跑道，去買樓、買股票，之後再買虛擬貨幣或者其他投資上嘅資產。而今次佢冇再靠買課程、買形象，而佢集中開始用錢去驗證自己嘅判斷，慢慢咁滾返上去，一年一年，一筆一筆。
而到達幾年之後，佢嘅資產再次突破到返80億元呢個級別。咁我相信大家聽到呢度，大家都會覺得係一個王者回歸嘅故事。但係我想同大家講嘅，佢喺呢個階段講咗一句好重要嘅說話。佢話佢唔再追求速度，而成功亦都唔係秒速，係複利。我相信呢句說話唔係一個有錢人扮謙虛咁樣講出嚟，而係一定經歷咗好多一文不值、好黑暗嘅時期，而慢慢行翻出嚟嘅總結。咁唔知大家聽到呢度，可能會問夜襲亦究竟教咗我哋啲乜嘢呢？老實講，我唔單止俾佢個故事吸引咗我嘅，我自己個人仲反而會更加去望翻自己嘅以前。有啲人生路上會跌低幾多次，讀書放棄過，創業成功過，亦都破產過，或者有啲公司係俾傳媒捧到上天，咁最後可能資金唔夠，又要申請破產。人生喺日本行唔到，咁佢就拎住啲好破碎嘅經驗，就搬去新加坡重新開始。佢呢啲經歷其實我哋可以當為係傳記咯，但係我睇到嘅唔止係傳記，我覺得我睇到有幾個好特別嘅點。人一生有幾多次可以重生嘅機會，而一個人可以歸零有幾多次機會？而我哋如果有一日跌咗好似同佢一樣咁嘅歸零嘅時候，我哋有冇勇氣重新企翻起身繼續行？另外，我聽完佢嘅故事之後，我發覺有幾樣嘢可以喺佢身上嘅學習。首先係佢嘅專注力，佢嘅集中力。同埋佢係比較有自律性嘅人嚟㗎，好似由高中冇讀書而去跳到大學嗰一 part，咁其實一個人如果要一年裏邊讀上一間喺日本比較有名嘅大學，你當然要100%嘅專注，而你一定要有自律性。咁證明咗佢當佢鎖定咗目標，佢係會不惜一切而達到目的嘅人。呢一方面好值得我哋去學習。而最重要嘅當然係無論佢輸咗幾多次都好，佢亦都夠膽承認自己，而亦都可以再嚟過。佢身上可以剩翻19英嘅時候，仍然都選擇重新嚟過，重新起步。所以我想講，我哋亦都可以，當我哋遇到一啲唔順嘅時候，或者低潮嘅時候，唔好放棄，重新起步，大家一齊努力。如果你哋中意呢集，麻煩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個頻道啊，因為你哋嘅支持對我好重要。呢度係福利人生，我哋下次見啦。